日用天糧，丙年常年期第28周星期一，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1章1至7節。弟兄們，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祿，蒙召作宗徒，被選拔為傳天主的福音。這福音是天主先前藉自己的先知在聖經上所預許的，是論及他的兒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他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裔，按至聖的神性，由於他從死者中復活，被立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。藉着他，我們領受了宗徒職務的恩寵，為使萬民服從信德，以光榮他的聖名。其中也有你們這些蒙召屬於耶穌基督的人。我保祿致書給一切住在羅馬，為天主所鍾愛，並蒙召為聖徒的人，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父天主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賜予你們。答唱詠，聖詠第98篇1至4節。請眾向上主歌唱新歌，因為他行了奇事，他的右手和他的聖臂為他獲得了勝利。上主已經宣布了自己的救恩，將自己的正義啟示給萬民。他記起了自己的良善和忠誠，即向以色列家族廣施的寬仁。全球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，因此普世大地，請向上主歌舞，請踴躍，請歡樂，彈琴演奏。路加福音第11章29至32節。群眾集合攏來的時候，耶穌開始說：這一世代是一邪惡的世代，他要求徵兆，除了約納的徵兆外，必不給他任何其他徵兆，因為有如約納為尼尼微人是個徵兆，將來人子為這一世代也是這樣。南方的女王在審判時，將同這一代人起來，定他們的罪，因為他從地極而來，為聽撒羅滿的智慧。看，這裡有一位比撒羅滿更大的。尼尼微人在審判時，將同這一代人起來，定他們的罪，因為尼尼微人因了約納的宣講而悔改了。看，這裡有一位比約納更大的。